美國2月份意外蒸發咗92000個職位，失業率升到4.4%，所有人都話好嚴重。但我今日想同大家講嘅係一個更深層、更長遠，大部分財經媒體都冇講清楚嘅真相。今次唔係普通經濟週期，以往裁員、需求復甦後職位會返嚟，但係今次係兩股永久性力量同時出現關稅，令企業成本永久上升。AI 令公司發現用更少人可以做更多事，兩者疊加代表好多職位根本唔會返。呢個係結構性轉變，唔係週期性波動。仲有一個更大嘅警號，今次醫療業係最大跌幅行業之一。醫療業向來係最穩陣嘅行業，係過去幾年就業市場最後防線，連佢都唔保得住。係想提醒大家，世界上已經冇永遠穩陣嘅行業，只有持續進化嘅個人競爭力。香港同美國就業危機有幾密切，金融服務、出口貿易高度聯動。但更重要係呢個新聞最應該令大家思考嘅，唔係美國點樣，而係我哋有冇第二條收入線。如果我哋全部收入只係一份薪水，呢個係世界上最脆弱嘅財務結構。記住呢句，唔係最叻嘅人先可以有副業，而係最早開始準備嘅人先唔會被結構性轉變淘汰。依家開始，永遠唔算遲。